太偏頗啊！佢嗰個教育多黨制咧，人民受苦，我覺得。一個國家做得好，佢唔需要嗰啲咩國民教育啦。愛國唔代表愛國，或者唔代表愛國，係兩件事嚟。每年嘅9月都係傳統嘅開學月份，不過今年由於國民教育科嘅爭議，令到今年嘅9月變得有啲不一樣。喺強烈嘅反對聲音之下，政府依然堅持不撤科，並且喺今年嘅9月開始試行。唔少嘅團體，好似係教協，已經喺年月嚟發起多場嘅簽名運動。去到9月，情況就更趨白熱化，唔少嘅團體紛紛呼籲市民穿着黑衣，又或者係攬上黑色嘅絲帶，表示抗議。走到入網上世界裏面，不時可以發現有唔少同學、老師、家長，甚至係校友發起網上聯署行動，希望咁樣能夠反映佢哋對國民教育反對聲音帶俾校方。而當中一間小學就因為推行國民教育科而引起爭議。因為其實咧，細路仔就琴日同我講，阿媽，學校其實淨係教你唱國歌、認識中國啫嘛，你嘈咩啫咁？傻到咧，本身係一間基督教學校，但係因為升中班嘛，佢逢1、5就要教國教。我每個小朋友除咗每日就要好似平常人上9堂之外咧，我每日2、3、4都仲要上多1堂，即係每日上10堂咁講。嗱，我不由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舉辦嘅開學禮，喺會場上面亦都有唔少嘅展板，展示出唔少現有嘅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材。呢啲教材好多都被批評立場偏頗，又或者內容只係提及歌頌國家嘅成就發展，忽略咗檢視國家整體利益。喺缺乏公眾嘅共識以及適當嘅教材嘅時候，如果貿然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又係咪操之過急？而對於我哋嘅下一代，又將會構成咩影響呢？民間嘅抗議聲音由街頭嘅行動轉戰去到政府總部嘅門下。中外嗰邊咧就係呢一個嘅聚集嘅人群嘅。咁咧其實佢哋都係咧今次呢個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由學民思潮咧就係帶動嘅。佢哋咧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咧政府能夠盡快撤回呢一個嘅國民教育科。喺呢一晚，參與正在抗議嘅市民，佢哋大多數着上黑衣，唔單止表達佢哋對國民教育科嘅立場，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哋希望等到嘅係政府嘅一個回應。我哋嘅大子嘅候選人係咪？所以你哋要認清楚
邊一個係我哋嘅保衞者，邊個係害我哋嘅，好唔好？大家去點樣去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因為呢個我哋無休止咁樣，日日咁樣放工就嚟呢度，係咪？我哋希望有一個方法去解決。我哋希望政府真係放低晒所有嘅前設嘅嘢，我哋重新再嚟傾過，好唔好？唔可以有任何嘅前設嘅一啲嘅界限。經過咗連月嚟嘅抗爭行動，政府終於稍微讓步。